咱伫拜神来咱的礼拜，请奏乐。看耶和华遮的罗卜，民间点耶和华的厝内，你拢着学乐耶和华，恁着信所举起你的手，学乐耶和华。信诗18首，请起立吟全首。咱犹原起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
伊对信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居庇罗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就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用安尼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是，我信是公道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来启印，伫信息的后壁面，就是59篇1105页。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予伊对死人中搁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心信神，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会得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都无听到，哪会是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差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福音的人，伊的脚业哪会染水？毋过嘛，毋是所有的人有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毋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毋捌听到吗？当然捌。照信安尼记载，照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请咱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地球和平甲万项好物的源头。阮要用敬畏甲欢喜的心，踏入你的圣殿，也要用阮的喙大声唱歌来学乐你。主啊，阮是你创造的，阮也感谢你拣选阮诚做你的囝儿，是阮一生上大的祝福。阮知，阮坐的，阮徛的。阮的一切所做所行，你拢知。有时伫生活中有拄着困难的时，你就用正手来引带阮行伫白塔畅快路。阮喙干，你就互阮啉；阮破病，你就来医治阮，也常常享受你极大的恩典。主啊，阮要感谢你。当时，阮有时也有讲毋对话，也有做毋对代志。求主来赦免阮的过失，用你十字架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主啊，阮知你是智慧的源头，恳求主将智慧聪明授予互阮兄弟姊妹，互阮甲主有好的关系，诚做顺服的人，伫厝内诚做一个温柔，伫社会上诚做怜悯的人，来做光做盐，来荣光就主的名。吸引济济人来归向主。主啊，你的信心就甲阮的王牧师同在，互伊今仔日所讲的道理大有气力，互听的人大大得到帮助。既然来到你的面前的人，满满饱足你的慈爱，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咱来看报告。本会消息第1点。本主日为2022年重阳敬老主日，本会有赠送敬老的礼金，70岁以上的寿星就是41年厝，敬老的红包1份，70岁是600块，80岁1000块，90岁2000块
100岁3000块，70以上的名单，伫这祖宝的第8页到第9页，愿上帝赐福长辈，福如阿伯拉罕，寿比马土沙拉。第2点，小会公告这个疫情的，请家己来看下。第3点，本会设立清风敬拜中心，地址是土库路276号，就是每礼拜下晡3点有一场的礼拜，敬请兄弟姊妹关心代祷，愿得救的人数天增加。第4点，本主日下晡8点，伫主堂召开10月份定期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机构首长甲同工列席。第5点，有报名参加下半年度装备课程的兄弟姊妹，伫即个10月初7，就是拜5暗时7点半，爱准时参加。第6点，本会70周年职堂宣教事工有义卖这皮带甲皮夹，每一件是500块，欢迎兄弟姊妹到这个1楼的广场来买。第7点，本会11月份感恩节关会活动的义卖，有这个米白米，每一包是12公斤，义卖的这价销是300块，打150包尔，卖了为止。义卖所得要做这个关会活动的使用，欢迎兄弟姊妹到1楼办公室来买。第8点，下主日就是10月初9，为中会所定的双年事工奉献主日，敬请兄弟姊妹备办心奉献甲代祷。具体消息，新联牧区甲这个赞美操是18周年庆。伫即个10月23下晡2点半到5点，有举办即个都会公园的半日游，欢迎新联牧区的组员甲赞美操的团员，伫10月初9对即个小组长甲杨丽萍团长踊跃报名参加。第2点，社区牧区定即个12月初10，就是拜六上午10点。到下晡4点，有举办财务蒙福读书会，费用是自由奉献，人数是40个人，社亲25个人已经满，阁有15位的名额，报名到满为止。讲师是郑伯仁，伊是点子行动科技共同创业创办人，中山大学创业课程的讲师，欢迎兄弟姊妹这个余文师干事来报名，告解谢谢，请牧师。两位兄弟大平安。咱 KFI 印尼之友伫10月初9下晡2点到7点，伫高雄南国商圈社区举办迄个爱在南国有你真好的园游会。这园游会每一场是100块，欢迎咱的兄弟参加。要园游节的，请咱的蔡明佳干事来报名。第二，咱高雄中华少年部伫10月22上午9点，要伫林皇宫餐厅举办中央敬老感恩礼拜，费用若90岁以上的免费，89岁到80岁每人200，80岁以下每人600。咱信歌队的成员每人补助300。80岁以上的常年颁发敬老金500块。咱若有要参加的常年兄弟咱许林美长老来报名，多谢。请咱来恭读上帝话，伫路加福音第7章11节到16节。白话字是72，台语是74，和合本是88页。过无偌久，耶稣去一个城，名叫拿因，
伊的核心甲规顿的人，甲伊同行，马进城门，拄当有一个人扛一个死人出来，伊的老母高高生一个囝，果是酒馆，社内有济人在送伊，主看见就怜悯伊，甲伊讲无得好，就挖去望遐个靠信死的价，讲的人停骹，甲伊讲：少年人啊，我甲你讲，起来！死的人就起来坐。搁讲话，耶稣就将伊互伊的老母，众人拢惊吓，归荣光上帝，讲大先知有兴起伊伫咱的中间，搁讲上帝有看顾伊的百姓，上帝祝福伊的话。俄勒，请上年圣歌队。
道且王牧师，伊的题目是绝境中来看见愿望。来为我所敬的兄弟，大家平安。咱是毋是捌听过有人的性命拄着绝境？当咱听到伊的性命拄着绝境的时阵，咱怎样看待伊的性命？是咱为伊艰苦几秒钟还是咱一点都无感动来帮助恁？还是讲这个绝境的这个兄弟吼，将伊交予牧师就好啊，牧师专任的，牧师专职的吼。另外当别人拄着性命绝境的时阵，咱是怎样要成做人的帮衬？伫昨咱敬拜中心有一个圆游会，其中圆游会其中一档是福音解签是来讲福音解签这个服侍的。我伫读新南医921伫集集的进展的时阵，我捌听起外教派的因用福音解签方式来为人祈祷，为人引带，互遐个去到福音解签的兄弟，通过这个方式来认捌主。就是我拢过去听到福音解签这个名词，我毋捌看过人安怎做，所以我问李文传道这怎样做啊？哎呀，伊讲牧师你较早来，我解说互你听。解说了，倒有一个姊妹坐落来，牧师你来，马上现学现卖操作一解福音解签，互我看卖。我惊一个，我讲我听过一解尔，我袂晓安怎做呢？来，你做一解互我看，我用手机录影录起来，等者换我来做。我伊做福音解签，为过来的无信的兄弟伊服侍。伊中间其中一个，互我印象深刻，一个阿嬷带2个孙仔。阿嬷带孙仔无什么意外吼。伊就抽迄个签，我看了，我甲解说迄签的内容就是经文然后讲阿嬷，你带孙出来圆游会吼。你有需要我为你祈祷啥货？这阿嬷甲我讲，我的祖囝过生日，我带2个孙我听一讲，你的祖囝过生日是车祸去？伊讲毋是啦，互家暴拍死啦。我就进一步问讲是安怎？伊讲伊的祖囝甲伊的囝婿离婚啦，伊的祖囝佫甲别人同居啦。因祖囝就互迄当机人家暴拍了，送去病院无几工，伊的祖囝就安尼过身去佫互人感觉毋甘是啥物？伊2个孙仔，一个查甫的，一个查某的，查甫的对伊查某的对妈妈。所以妈妈当咧互当机的人出手相拍甲拍时，囡仔对头到尾拢看现现所以阿嬷甲我讲，伊这个祖孙当咧接受心理治疗。我听了心内足毋甘的。迄2个孙仔拢才国小2、3年的尔，无足大汉。像伊这查某孙，看到伊妈妈互拍迄个处境对头到尾，你知影对这个囡仔心内有大大影响嘛？了解。我听了真毋甘。我讲阿嬷，耶稣要成做你的帮衬，你的苦楚，耶稣会知，耶稣会替你担。来，我真为你祈祷，求上帝成做你的帮衬。当我服侍这个马孙仔了，我心中有一个感慨：这种可怜的处境的家庭。伫咱台湾的社会真济，我甲毋甘是迄2个细囝，一时间失去老母，嘛失去老爸。伊的老爸就是伊囝婿，甲伊祖囝，
会离婚，就是这老爸嘛毋是偌好囝，所以因拒绝这老爸来看这囡仔。所以对这两个囡仔来讲，即站伊不但失去老爸，伊嘛失去老母。然后这，咱看到今日经文中间，一个寡妇要送伊独生囝去埋葬。伊圣经内底，你讲到耶稣去一个城，名叫拿因，伊学生甲规群人甲伊同行。这段圣经中间咧记载讲，主耶稣要去拿因城的时阵，有真侪人对伊行，对这个城市到后一个城市，可见当时主耶稣咧服侍时，受到侪人的欢迎。咱看拿因城，伊伫对呢？拿因城伊伫拿撒勒的东南边，这6里的所在，牧师有甲空起来哦。所以对拿撒勒要行拿因城，大概要行1天的时间。然后这咱看到，拿因城伫小乌门山顶的山坡顶，圣经讲，耶稣拄行到拿因城，他拄到一个队伍，迄个队伍要对城内出城外，要创啊，要去埋葬一个死人。耶稣甲这个埋葬的队伍，在伫城门口相拄。迄当时的城门口，会使讲真侪人会去遐聚集的所在。耶稣伫城门口拄着因，伊圣经内底咱看《路加福音书》第7章第12节，要上近城门，拄当有人扛一个死人出来，伊的老母哥哥生这个囝，阁是守寡，城内有侪人咧送伊。然后这，咱看到这经文中间有一个死的，互扛出来，总是咱讲一个死的，互扛出来，较有啥物特别是啊？这死的人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囝。迄当时的妇女，因袂当出去外口，甲咱现主时的妇女共款去食头路去做工课。迄当时的妇女拢较需要红晒的氧气啊，所以迄当时的妇女是社会弱势族群中间的一份子。咱来通过摩西的律法的记载，伊圣经出埃及记22章22节，咱做来读好无？出埃及22章22节，来请，唔通歹款待寡妇甲孤儿。对咱这经文中间，咱看到什么？上帝对社会弱势者的态度是充满着怜悯甲疼，所以伫摩西律法的要求记载中间，就是明明记载，唔通歹款待遐寡妇甲孤儿。寡妇孤儿已经是社会中间真弱势的一个族群，整个社会应该较照顾因。总是另外这，迄当时的社会是好嘢甲善是差真济，会使讲亲像天甲地差很济，好嘢做好嘢，善的做善。所以每一个人诶，只有各家己啦，各家己满足家己，各家己甲钱赚啊饱，饲满家己啊，袂去顾着遐社会弱势者，总是。上帝设立社会的原理并不是安尼。上帝设立的社会，毋茫这社会是充满了公平、疼厝边的社会，是袂欺负寄居的孤儿甲寡妇，反倒当袂欺负的传道兵，特别去照顾因，照顾这寄居的孤儿甲寡妇。所以，咱对伫摩西律法的中间，咱看到，因有规定哦，当因咧农作物咧收成的时，
唔通袂记起这孤儿寡妇的需要。咱用2节申命记的记述，咱来看到摩西律法明明记载，因咧受割的时阵，安怎留予这个孤儿寡妇、这个社会弱势者。第1节的圣经伫申命记24章19节，咱做伙来念，好，预备，请。你伫残年受割5角，若袂记日一束伫残年，唔通活倒转去摕，着留予出外。甲孤儿、甲寡妇，递到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伫你的手所做一切祝福你。咱对第1节中间啊，你残忍咧受割5角的事，若袂记这残忍的其中的一束伫残忍，唔通活转去去，就要留出外人遐个孤儿甲寡妇，用上帝要因为你手所做的事诶，要祝福你。哦，这是祝福的。代表你受割的时阵吼，你留家老的吼，唔通去转去捡，你爱留哦，即个出外人遐个孤儿寡妇。佮第2节嘛是讲的类似的意思，咱来看申命记24章20节甲21节，咱来读预备来。你拍你的橄榄树以后，唔通佮顺遐个树枝，就留予出外人甲孤儿寡妇。你挽你的葡萄所出的，唔通搁挽，就留予出外人甲孤儿寡妇。所以，咱对申命记的2位的记述中间，你会看到啥物？无论你说挽橄榄树的果子，也是你挽葡萄，也是你收割5角，拢唔通收割到、收割大、收割了。你还留一寡，或者出外人，搁啥？孤儿寡妇，所以咱对上帝律法的中间看见啥物？伊特别看顾遐出外人、孤儿寡妇生活的需要，特别吩咐遮做事的老百姓，恁遐建造的中间，恁爱留予因来活，留予因客。所以咱看到经文中间记载，这4个人，伊老母是4个，这个人是寡妇的亲生独一个囝，会使讲世上唯一的亲人。可能这个寡妇，伊较忙的就是啥？伊食年老了，佮有这个囝通靠，无拍算，还未食到年老，囝就安尼过身。咱能想象，这个寡妇无去翁以外，伊个无去囝。这寡妇会使讲伫全世界中间是一个上孤单的人，因为伊无查甫人的保护甲供应的食物，所以伊的生活咱能想象，伊是非常艰难的生活。所以咱看到伊第1世纪中间，妇女呢袂当出外趁钱，所以伊的经济来源拢是对先生遐来。咱来想象。假设伊无翁，不过这个囝还未过身之前，凡说因囝有咧食头路，嘛不得卡。凡说伊的经济来源，伊的食物的供应，是对因囝遐得到。哇，惨啊！因囝安尼过身去啊！哇，翁也无，囝也无，剩伊孤独一个。了解？咱能想象，这个寡妇真艰难，真孤单，真忧愁。忧愁啥？未来生活要怎样？这个家庭的血脉，因为安尼断去，所以咱看到圣经内底，伊城内真侪人看见这寡妇的情形，拢真同情，真可怜。所以当要送这个独生囝的时阵，这个对人、城内人，拢对着这寡妇一同出城外，要埋葬这个独生囝。显露出众人对着这寡妇的处境的是充满了怜悯甲同情心。你看这，咱周围的亲戚朋友，可能无一定亲像这寡妇安尼共款，不过因的处境嘛有值得人去甲可怜。就像牧师头仔讲的，
迄个阿嬷带两个孙仔共款。我曾经要拄到一个单亲妈妈，伊拄到伊的先生雄雄过身去。这个单亲的老母呢，伊是对中国过来，生一个祖囝。这翁婿雄雄过身去，照你翁婿的爸母看见这囡仔是家己的血脉，看见这个妇人是家己的新妇，照你讲会加倍疼惜照顾伊的新妇甲伊的囝，无过无拍算。这个单身的老母甲囡仔，互伊的翁婿迄边的人来赶出去，无认因。这个单身的老母对中国过来，对台湾的文化甲生理趁钱无真了解，所以生活真拄着困难，所以因就甲郭太子申请帮赞。郭太子基金会帮赞伊啥物？一个月一个囡仔1500块，固定一个月1500块。过年甲圣诞节比如讲，阮是即个基金会所合作的牧师，阮会当用一笔钱，伫过年甲圣诞节带这囡仔去餐厅食饭。这钱就算迄个郭菜子基金会所出的，互因伫两个节期中间会当食一顿较粗糙的。了解，咱嘛捌拄着家庭为伊趁钱的人破病倒咧，失去经济来源。虽然整个家庭无亲像这寡妇共款，连家己独生囝拢失去，总是呢，一个家庭的经济大条若倒去，对家庭中间是一个真大的挑战，特别是金钱顶悬。弟兄姊妹，人生拢会拄着加加减减的不如的事，有的人会拄着男女之间分手的挫折，有的人会拄着啥物？会拄着事业的挫折，有人会拄着生理的失败。所以弟兄姊妹，咱看到每一个人面对挫折的时，伊所会当承担的迄个打击程度拢无共款。有的人读册真顺遂，一个考第2名、考第3名就挡袂掉我以前拢考第1名，雄雄考到第2名、第3名，那个遮挡袂掉我哪安尼？有人像安那，挡袂掉这打击，有人安尼自杀，有人嘛是安那，男女之间提分手，无拍算，伊失去伊的女朋友，失去男朋友了，甲天地无伊甲无你教都挡袂掉，想要自杀。对啊，每一个人面对挫折的处境拢无共款，就是每一个处境中间，拢显露出对迄当事者来讲是一个绝望的事。对啊，有影，圣经个记载，这个寡妇呢，伊面对伊已经无翁婿佮面对着伊的后生死亡伊要安怎继续生存落去，是一个问题。对这寡妇来讲，有影是人生的绝境。所以了解，以圣经记载，主耶稣看到这对偶的时，可能这寡妇的处境，伊就对这寡妇讲无对好。了解，咱看到。伊路加福音的作者，伊第个伫个故事中间称呼主耶稣的主，这毋是毋是讲礼貌性诶对耶稣的称呼，但是伊称呼主是代表耶稣基督伊的地位有特别的称呼。是主耶稣对这寡妇讲无得好，伊即句中间显露出耶稣对这寡妇的怜悯，重视
总是这重点毋是咧讲耶稣内心的感受，重点是耶稣对这妇人感受迄怜悯安尼尔。重点是这个妇人，耶稣用伊的行动付出，伊的行动来怜悯伊。所以了解，当咱拄到别人人生的绝境时，咱对人是毋是有迄怜悯的心？迄怜悯的心偌济，毋是重点。重点是啥物？咱对着迄绝境的人、苦境的人，咱究竟有愿意付出偌济行动，伫遮个人的身躯顶，成做因的帮衬。所以耶稣怜悯的工课，不只是透露出伊是慈悲的上帝。耶稣基督嘛，通过伊家己的行动来讲明，伊是以色列的安慰者，更是超越死亡的主。阿门。所以另外这耶稣毋是敢放伊心内讲我怜悯你，我怜悯你。路加福音书的作者重点毋是耶稣会对这人怜悯尔，伊要讲的是耶稣对这个寡妇所产生的行动，成做伊的帮衬。所以了这咱看到耶稣用什么行动来帮衬这个寡妇？以圣经路加福音书第7章14节，咱做伙来读预备，请。耶稣讲：“少年人啊，我甲你讲，起来！”了解？按照当时摩西律法规定，耶稣主动挖过迄个光死人的架顶悬的时，耶稣可能会拄到什么？犯到清奇的律法。就是耶稣面对迄律法的规矩的态度，伊的态度是啥物？只要看见人的需要，伊毋免去烦恼迄礼仪规定的死的规定，伊看重到迄当时迄个寡妇伊需要啥物，所以伊无插合当时的清奇的律法是怎样规定，伊嘛袂插讲伊望到即个光死人的架了的后果是啥物，伊无插。为什么？伊就显看到这妇人需要帮衬，所以耶稣去就近这个架，然后讲：“少年人起来！”了解？当耶稣就近迄个架了，迄光架人敢若真有默契，看见耶稣伸手摸迄个架，迄光个人就安尼停落来伊骹步。迄各个人拢看见耶稣伫迄当时耶稣惊心个，耶稣甲迄个少年人讲：“少年嘞，我甲你讲，起来！”你看这，对光个人来讲，因讲迄个少年的死人，已经明明死伫迄个架顶悬，总是耶稣一吩咐了，迄个少年人起来。遐光个人伫伊的目前，耶稣惊这心惊，这世人雄雄被挖起来，就是原本倒伫迄个架顶悬迄个死去的少年人，听见耶稣甲伊讲：“少年人，我甲你讲，起来！”迄死的少年人死的人就起来煞讲话，你看这。主耶稣的大开力，主耶稣并无做啥物异地的行为，伫这个少年人身躯顶，伊只不过开嘴，甲这个少年人讲：“少年人，起来！”伊开嘴尔，上帝大开力发生神迹。咱看到伊创世纪中间，耶和华上帝创造万物，伊安怎创造？讲光就光，讲暗就暗，用怎创造？用讲的，所以用讲的来成就神迹技术。所以咱看到伫信仰中间，路加福音书的作者伊讲啦，迄对4个月的囡仔，就安那开始讲话啊。所以圣经讲煞讲话，起来煞讲话。
了解？而且煞讲话这点中间，这少年人已经重新得到活命，伊死个活起来啊！了解？原本失去独生囝的寡妇，看见伊家己的囝对死个活起来，对这寡妇，佮对绝望中间，你重新看到耶稣予伊的五望，阿门。所以咱看到。这个寡妇对绝望中间，佮看见迄个五望出来。耶稣对这妇人啊，丧失世囝这个情形产生怜悯的心，伊更加冒着违反律法的这危险性，安那去服侍伊，叫这个囡仔起来。所以另外，你知影？耶稣伊爱冒着危险性，伊万不会互这是认定你蒙着神死了，你就真做什么？无清气的，啊，无清气的结果是什么？就互亲像咱的得到肺炎啊，互隔离起来，袂当甲人接触。耶稣冒着这种危险性啊呐，去蒙迄个囡仔倒的家，煞讲话。所以咱看到。主耶稣，伊用伊的行动来帮助这个寡妇，对绝望中间重新看见五望。最近牧师读一本册，这本册是台中真奇教会肖祥修牧师，伊写一本册叫《竭力爱神》，伊引用马太福音书16章，咱来看马太福音书16章，伊中间。咱做来读，预备，请。我佮甲你讲，你就是彼得，伫即个石盘顶，我要起造我的教会，因父的关爱也袂赢伊。我要用天国的锁匙互你，既然伫你地人放的，伫天里也要放伊；既然你地人放的，伫天里也要放伊。所以，小牧师为什么讲？耶稣讲上帝互教会有权柄。所以阴间的门袂当赢过教会。相时，伊讲，一开始看这段经文看无啥有。伊讲为什么魔鬼撒旦一直用门要攻击教会？迄攻击应该是用刀啊、用枪啊、用枪啊、用剑啊、剑啊、剑啊来攻击啊。较会讲用门啊，门是要攻击啊？想无？开门攻击教会当然袂赢，门也毋是武器啊，敢要赢？迄小牧师看这经文想足久，要怎阴间的门要怎赢过教会？后来圣神啊启示，讲古早人咧战争哦，城门一旦互攻破，这个城就互攻入，这个城就败坏。所以伊讲。阴间攻击教会，教会一直咧做防守，一直抵挡阴间的攻击。各位小牧师，伊读这段圣经，伊讲伊一个感动，讲耶稣意思毋是安尼。耶稣意思讲阴间伊是守的迄边，教会咧是攻击迄边，我颠倒边。所以教会爱起来攻击阴间的城门。阴间的城门是无法度抵挡教会攻击的，所以那对耶稣的角度来看，世界降服伫遐恶者、魔鬼、撒旦的权柄的，这世间真侪坚固的城池，要迄当时要互教会来攻破，所以了解咱看到阴间的城池。城门要因为教会攻击受攻破，咱就赢过迄个阴间的权势。所以了解咱看啦，虽然世间降服伫恶者的权柄，虽然世间侪侪所在拢有罪恶的情形，有撒旦的作为，总是了解。当上帝起一间教会的时阵，上帝要借伊的教会攻破一切。魔鬼撒旦的城池，攻破撒旦一切权柄。这权柄要互教会重新
重新处转来。迄个无公义的所在，要有公义；迄个无听的所在，要有上帝的听充满；无真理的所在，要互真理充满迄个所在。所以了解，上帝设立教会，就是互咱有权柄来攻破魔鬼撒旦阴间的门。当咱攻破的时候，咱安那？咱就得胜啊！所以魔鬼撒旦伫世间有真正关系，真正人降服伊。总是咧，咱免惊免论。耶稣基督已经互咱有权柄，教会就是要攻破魔鬼撒旦阴间的门，互咱处理得胜，互上帝真理，互上帝听，充满迄地方。阿门。所以了解，耶稣基督已经互咱有权柄，所以咱就要勇敢摕起迄个权柄，攻击魔鬼撒旦阴间的车子，互迄伫迄阴间城池无成做咱的攻击，无成做咱的围困的所在。所以咱要对主安那有绝对的信心。甲你隔壁讲，你有权柄来赢过魔鬼，预备来。所以耶稣嘛真金甲问同讲啥？咱做来读这段经文真要紧。咱做来读这段经文，预备来。我已经互恁有权通打抓甲囡仔虫。佮赢过对顶隆重的规律，决断无一项会害你。所以了解，耶稣清楚甲门徒甲咱讲，已经有权互咱就会当打遐蛇甲囡仔虫，赢过对顶隆重的规律，决断无一项会害你啊！所以了解，迄个官兵，你要有信心来起来。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运用上帝互你手术互你的信心，你用上帝互你的听能力，去帮助遐拄着绝望人的人，互因用耶稣基督得到听的规律，得到恩望，互人因为咱所传所讲安那得到救恩的祝福。阿门。所以了解，要出山迄队伍，拢看到。跟迄个假的人，拢看见迄个倒伫顶悬的少年人对死个活，因感觉着惊，所以圣经内底咧讲啊，耶稣就将伊互伊的老母，众人着惊，归因讲上帝，讲有大先知兴起伫咱中间，佮讲上帝有看过伊的百姓，所以了解，伊怎咱看到着惊。众人看到耶稣行神迹了，着惊，着惊是意思什么？是惊，因为毋捌经验过，毋捌拄过，毋捌看过，伊着惊。亲像吼，伊看见上帝安尼会惊，了解，这就是敬畏上帝。所以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伊心内常常存着上帝互伊的真理价值。伊要做歹的时阵，伊拢会想：哎呦，我做这代志，上帝敢会无欢喜？这就是惊上帝。毋惊上帝，我插台伊哦，我共头家，我共讲白贼，我插台耶稣，上帝会欢喜袂？迄就是毋惊上帝，惊我的人。所以了解咱看到，遐众人看见耶稣行神迹了，着惊，归因讲互上帝。你讲奇怪，神迹是耶稣做的，较会归因讲互上帝，应该归因讲互耶稣较对啊，对不对？咱看这段经文，咱爱清楚知影。迄当时人拢知影，所有神迹拢出于上帝的手，所以当因学了的时，应该学了上帝，因为出于上帝的手，因为伊毋知影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当因看见这个大神迹的时阵，因学了对象就是上帝。总是这个人嘛无袂记耶稣，因甲耶稣比，讲耶稣是大先知。当然，这个讲法是一个无正确的观点。不过你也知影，迄当时认捌耶稣是弥赛亚的人并无济啊。迄当时对神迹认捌只有种对上帝的来，所以伊看见神迹发生，就是这是上帝的作为。因为安尼，伊就归因讲互上帝。所以当耶稣行这神迹了，迄消息愈传到各乡下。这人
将耶稣的权能、耶稣所做的事，拢传出去。弟兄姊妹，咱是毋是愿意用耶稣的疼，用耶稣予咱的权柄，成做遐无信主的人性命的帮站？当咱看到遐人的性命拄着绝境时，咱是毋是愿意用主耶稣的疼甲信仰，互这个人的性命对绝境看见毋望，互这个人性命转化，成做上帝所喜的？所以弟兄姊妹，咱爱做伙祈祷，我靠上帝大规律。咱做伙用上帝予咱的权柄攻破遐魔鬼撒旦迄个阴间的门，攻破咱生命中间迄个坚固的城池，予咱用耶稣基督的权柄，咱成做得胜的人。阿门。咱成做有信心的人。阿门。咱成做荣光主的人。阿门。所以弟兄姊妹，咱只要做幸福事主，咱只要做报道，无非一个条件，一个目的，就是要予人的性命看见耶稣救恩的毋望。接下来牧师要用短短几分钟时间，予咱看一个小囡仔，伊的心性真可怜。伊细汉甲伊小弟毋知影伊爸母是啥，伊是互阿公阿妈带去菜市仔饲大汉的。这小囡仔伊尾去中风。咱来看这段短几分钟的故事，好不好？这段故事是各位夫妻的家人平安。我是温泉区美捐小组的医生，我在去年的4月19号受洗，生命得救，人生翻转。在那之前，我过的是无依无靠、没有安全感的生活。从小父母离异，我与弟弟被放在阿公阿嬷的菜市场里成长。当时的父母不知去向，后来才知道，爸爸是枪炮案件，妈妈是长期吸毒，都是监狱的常客。直到阿公阿嬷相继过世，爸爸才出现照顾我们。没多久，就因爸爸欠下庞大的债务，搞得家庭支离破碎。我们也常常为了躲避讨债，连夜搬家，最后被迫与弟弟分开，交给不熟的长辈照顾。国中时就自己出来独立生活，这撑到国中毕业，因不爱读书也缴不出学费，高中只好办理休学，离开乡下，来到高雄找工作。幸运的找了一份王品集团的工作，一待就是9年到现在。这几年我不仅历经的生死关头，也发现自己身世的复杂。6年前一场的急性脑出血，让我住了1个月的院，做了1年的复健。在没有家人的照顾下，觉得人生真的很绝望。单靠意志力撑过1年后，再重新出发。事隔2年半，在工作中突然有一位中年男子的出现，告知我他是我生父。当时错愕的我心想，怎么回事？打了电话才知道全家人都瞒着我，原来我是同母异父的养女。我并不怪任何人，因为他们也抚养我长大。在2年多，一直觉得自己的情绪起伏很大，会伤害自己，还有自杀的念头。身边的朋友希望我去看身心科，医生诊断我有偏重度的忧郁症，于是就开始服用忧郁的药物。为了在去年初2月急性脑出血，诊断出脑静脉血管瘤，寻求各大医院，医生都建议我要开刀，但开颅的风险手术非常高，会有生命危险或者是瘫痪的可能。当时的我几乎没有活下去的勇气，每天以泪洗面，甚至自残。最后医生直接加重我忧郁症的剂量。到了4月初，去年的4月，上帝为我开路，派了天使，就是我的区长、小组长及家人来探访我。没想到探访的过程中，我感受到极大的温暖，心里的感动全涌上心头。之后更被我祝福的祷告、医治的祷告所感动，就做了决志祷告，也接受邀约到弥陀参加我们的幸福小组。第一次到了幸福小组，一眼望去，哇，全部都是长辈，我是年纪最小的那一个，其实心里也偷偷的开心。在聚会的过程中，被热情和拥抱，感觉到被爱，仿佛真的找回原来的自己。当下就决定签下受洗单。那时正考虑月底的开颅手术，小组长建议我先受洗，寻求上帝的带领。
经教会的安排，在4月19号由启英牧师为我施洗，到弥陀为我施洗点水礼，正式成为上帝的女儿。上帝他一定会医治我，帮助我，最后放弃了开颅手术，将自己完全交托给我们天父爸爸。接着，小组家人带我来到福气教会，在这里深深感受到神的爱所围绕，真实的接受基督为我的生命救主。咱到这哈，再 stop。也报名了参加幸福门上课程。另外，你看到最后这张相片，这两个组囡仔，这组囡仔身世真可怜。你看伊未使咧进前，伊的性命是安尼，捌少年就中风，家世搁伊的身世搁真可怜。当伊明白耶稣基督了，当伊洗礼了，搁进一步接受门徒训练了。你看，这做囡仔的性命甲面容有真大的改变。了解？当我咧看到这个见证了，我哪看哪流目屎。世间有偌济可怜的人，身世可怜，无爸无母，伊喺中间过伊一生。若无人传福音予伊，伊怎样改变一个无共款的人生？所以了解，这对咱甲咱讲，福音真说人性命定头生的开始。阿门。了解，牧师鼓励你，咱做伙来做幸福小组，咱做伙来参加小组的聚会，咱做伙来参与着耶稣基督拯救人灵魂的行列。上帝要通过你所做所传，要成做人性命改变的器皿、关键人物。若无这小组长来传福音予伊，这个做囡仔永远看袂到性命的改变，就是上帝怜悯你。咱看，咱在座偌济人有比伊较可怜。我相信咱在座每一个人，拢是活了真幸福的家庭，拢有充满上帝祝福的稳定。就是以教会外面有偌济人的身世，有偌济人的处境真可怜，因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了解，这个时阵就是咱行出来的时阵。阿门。咱做伙挖靠上帝开力，互咱的官兵来拍破阴间的门，互咱赢过魔鬼撒旦的计谋。咱三脚来祈祷，是阮听阮上帝稳定的主，你互阮得到福音的祝福，互阮得到上帝你的稳定。就是伫教会外面有偌济人，伊的性命活伫迄绝境的处境中间，因无看到未来的愿望。主啊，阮听见每一个人所讲出的这悲惨的性命的故事，阮心内不知唔甘苦心。主啊，恳求你，互阮摕起上帝你互阮的权柄，互阮挖靠上帝你的权柄来拍破魔鬼撒旦的计谋，互人重新得到上帝你的主地，领受顶头生的祝福。主啊，恳求你听阮祈祷，恳求你，互阮对主领受的信心，互阮摕起速度的权柄为主你做工。愿主你使阮多领听阮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是的，咱可能迄个信息咱感谢主今日是咱迄个中央敬老的主日所以教会有为着咱的长辈备办红包本来咱是要自产的，即马咱要配合咱的70周年后礼拜，请咱会当报名迄个10月15咱教会70周年今日有报告，迄是咱教会周年纪念咱有感恩的礼拜，佮感恩的餐会，伫迄个林芳宫饭店所以邀请咱的长辈拢来参加。咱今日要分互咱红包，头拄有报告咱迄个70岁以上的拢徛起来好无？拢徛起来牧师甲恁祝福祝福了
要请咱的技术要送包互咱好，咱三个来祈祷。最后所感谢你，为着油厂教会你所祝福的大家庭，阮有真侪只的属灵的长辈，主啊，因敬畏你，因拢伫你的应允内面讲，互因会当诚做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因信称义的人。因就是到年老的时，也要兴旺伫你的殿中，互因的色青喙结满满，结果子无煞。最后所互因诚做今日世世的祝福。互因虽然因已经到伫高龄，总是互因灵魂体拢形成，互因拢有信心，互因拢有愿望，互因拢有主你的疼充满。那记着今日世世有效。佫会当常常奉主的名祝福所有的这子孙，或者子孙会当行入上帝所祝福的道路，互这个家庭一代续接一代，一代比一代较好，一代比一代较蒙福。主，阮伫因中央敬老这个主日，阮奉你的名来祝福伊，愿你的恩典充满伫因，福杯满溢伫每一个阮的长辈身躯顶，互因会当真正见证。白头门就是诚做一个荣耀，互人伫因的面前会当爬起来来尊迎伊。愿感谢你，阿罗你，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咱先起来，咱请咱的就是较紧吼。70岁，恁咱看倒一个人，小可有甲恁分啦吼。咱可能时间的关系看咱就方便就好现在咱嘛拍波啊，恭喜咱的长辈啦祝福因会当迄个中央就是99会当活久久搁因蒙福久久感谢主。咱若领着，咱就坐来，这无领着。来，迄个毛主任，两位，这啥名？杨慧珠迄个芊芊的妈妈，甲瑞珠姐金烈姐甲瑞珠姐。今了讲小等下，互咱去了排队排足久，毋过要分互咱正经卖徛伫倒一角我也毋知所以感谢上帝来，迄个卢金烈甲杨瑞珠，个林君堂。伊卖，要紧，迄个金小姐甲你相济，看甲保龄，OK。请技师收奉献。
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是阮的瓦靠，也是阮的救主，也是阮的活命，也是阮的愿望。你用恩典做冕旒，恳求主加添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生活甲工作，求主来圣化阮的所献，真侪圣工的路用。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祝福请看。请王牧师，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遐个祝。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相通，甲咱众人三甲伫地，特别甲咱在场所有长辈三甲伫地，对即时到应世代无尽。阿门。